集晒啦。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。咁啊，前面快少少嘅馬都係嗰只噶啦，馬克羅斯擺咗喺前面走先啦。咁啊，再見到中間位置呢，咁啊有呢隻龍鼓飛揚啦、勇戰神區啦，外邊時時精彩。咁啊，慢慢亦都游咗上去第2位嘅。第5位嘅馬埋邊係勇猛神區啦，第6位黃衫黃帽呢就時時有餘啦。後邊2匹馬分別係象王啦，縮咗喺個尾字嘅位置，暫時殿後係包裝永王嚟噶。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高東尼一隊嘅馬擺咗喺前面走啊，馬克羅斯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時時精彩第2位，龍鼓飛揚呢就第3、第4係勇戰神區啊，埋邊仲有勇猛神區第5位啦，第6位嘅馬呢就係嗰隻時時有餘啊，後邊2匹馬都冇變過噶啦，將王響尾耳嘅，縮咗喺包尾嘅馬呢就係嗰隻包裝永王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6米段處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啊，大家都位置確立咗噶啦，擺咗喺前面走呢就係嗰隻馬克羅斯啦，時時精彩就一路跟住佢嘅。再見到第3位嘅馬龍鼓飛揚，第4位勇戰神區啊，後邊嘅馬咁啊嗰4隻啦，勇猛神區時時有餘，尾二位置包裝永王上咗少少啊，將王就俾佢過咗，暫時殿後嘅。好啦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過12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都仲係馬克羅斯帶噶，時時精彩呢就緊扣韁繩呢，就係跟住個第2位嘅龍鼓飛揚就第3啦，第4呢仲係勇戰神區啦，後邊嗰4隻勇猛神區入邊出邊時時有餘，後邊2隻就將王同埋呢包尾嗰隻係包裝永王啊，暫時啊，好啦，轉呢個香港太學院灣啦，咁啊前面都仲係馬克羅斯呢，就佔先少少，時時精彩第2位，位置變動上面冇喐過，龍鼓飛揚第3，勇戰神區第4，後邊有勇猛神區時時有餘，將王啊內欄包尾，暫時都仲係嗰隻包裝永王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馬克羅斯少少比下佢佔先啲嘅，時時精彩第2位，外邊呢仲有勇戰神區發難啊，入邊灰馬就龍鼓飛揚，出邊爆呢仲有隻時時有餘啊，再後邊嘅馬勇猛神區大外檔將王啊，最後200零米埋邊時時精彩，中間勇戰神區出邊時時有餘上緊嚟，3隻馬拍住嚟兜，中間勇戰神區一對時時內外啊，咁啊埋邊係時時精彩，出邊係時時有餘，最後100米勇戰神區依然係佔先，時時有餘第2位，時時精彩第3位，遮打杯嘅得主勇戰神區第2名嘅馬外邊係時時有餘啊，第3名係時時精彩，第4名係勇猛神區啊。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勇戰神區咁啊一對時時力佢來犯噶，咁啊見到呢隻勇戰神區都受到好大嘅挑戰啊，時時有餘，最終一條直路都追唔到啊，時時精彩用咗一段呢，翻到嚟唔多啊，勇猛神區嘅第4都俾人掟甩咗嘅。